真濟人愛去日本觀光，這觀光客比較上過濟啊。日本呢是宣布講，對7月初一開始俗稱這出國稅這個費用呢，會對1000塊一票調懸到3000塊一票，等於是加大票400塊。那準加上這城市調整大房稅而且免稅制度，該到講愛去到機場才會當退稅，才有可能會民眾變甲較無愛去。不過這旅行業的業者認為講，飛日本的飛機班呢，今年熱天也是賣甲真好，行程也是賣甲和去年是差不多的。特別熱，真濟家庭要旅遊，第一個選的就是日本。觀光署統計，2020年的前2個月，台灣的旅客出國去的所在，日本佔比是38.2%，是穩達達的第一名。不過，即馬日本國稅廳上新的公告，紅叫做出國稅的國際觀光旅客稅，會對現行的日票1000差不多台票200，大幅起到日票3000，合台票差不多要600，等於是調起3倍。其實日本政府呢是打算利用這個出境稅的可以預收的這個稅額去解決部分的因為過度觀光所造成的民怨的問題。目前規劃出國稅是無分國籍嘛，無分床頂，不管是外國籍的觀光客，也是日本的公民，只要對日本坐飛機也是坐船離境，攏愛納。原則上是開票的業者，對機票的時準票代收才交給政府。覺得還好，因為它只是一次性的費用。因為對於我們這種打工族來說，並不會一年要去到太多次日本。對貧困的人來講，應該會有影響啊。就是看哪個國家比較便宜，就是往哪個國家去。除了3倍的出國稅，日本有真濟城市攏受連續調整大俗稅，包括京都對3月開始，但相關的額度對日票1000增加到日票10000，東京、大阪嘛攏有調整，也是有相關計劃。另外，就連免稅制度未來嘛會改成納後退，旅客要先納8%到10%的消費稅，到尾對日本離境的時陣，才會當佇機場或是港口統一來辦退稅。各界嘛關注講，新的制度敢有可能造成繼續替代效應，讓消費者開始改選其他的國家去旅遊。班機增加的非常多，那麼所以說航空公司在票價的方面就沒有像去年那麼高，然後再來因為這個競爭的關係，那業者在包裝產品的部分也有壓低價錢，售價實際上跟去年是不相上下的。旅遊高人嘛強調講，日本的匯率真低，加上較好安排短期的旅遊，個人的好感度是真懸，主要是對比國禮，還有其他國家攏真歹取代。另外包括泰國、西班牙、意大利等真濟旅遊勝地，2026年嘛攏有觀光相關稅率的調整，到目前觀光人數無受影響。記者綜合報道。